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20，旧历的9月初4，礼拜二。新闻的头一条来看，海巡署台中查缉队伫清水的建筑工地发现几名的失联移工非法来做工，怎甲因军装埋伏，结果查到6个越南籍的移工。因讲台湾的建筑工地真多，做房模甲搬材料，一工通啊赚2000块以上，是做工赚钱的天堂。 来，结错了。海巡署台中查缉队抓到6名越南籍逃走的移工，因伫车底看到查缉队员，惊甲双手压悬，唔敢振动。好，来结错，结错。这逃走移工一个向窗口带落车，因为这段时间走去工地做线工啊，有的做房模，也阁有人去搬建材。查获后军醒得相当的落寞。其中一名移工表示，台湾建筑工地多，是打工赚钱的天堂，一天他们至少可以赚2000元以上。 这6名逃走的移工，伫一个工地上侪住1礼拜，就刷去其他工地，上久的已经伫台湾住4天。即摆防抓到就遣返无法度，佮入境台湾来做工课。另外，若是非法请这的移工，请的人就违反就业服务法的第63条，会罚款15万至75万。查缉队员要查清楚到底是啥物人请因来，是毋是有集团咧操控，也是暗号。